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 ALC 香港辦事處嘅 YouTube 頻道。咁今日同大家繼續去分享一啲EB5 裏邊嘅最新嘅消息。咁但係今日嘅消息咧，相對嚟講咧就同我哋自己公司咧係有關嘅嚇，因為我哋公司咧喺過去到目前咧，我哋保持一啲非常之好嘅成績，亦都係應該喺市場上面咧係一個最漂亮，可以係我就唔需要就同其他區域中心嚟做比較啦，但係我哋只係分享一下我哋 ALC 一啲嘅數據，咁大家可以喺市場上客觀去分析一下。咁首先咧就同大家講下 956F。咁如果大家知道對 EB5 有經驗或者明白嘅話咧， 956F 嘅申請咧係非常之重要，因為 956F 就係個項目嘅批准。當然呢個批准就係最前期，但係如果 956F 冇被批准咧，喺呢個項目之下嘅所有 526E 咧就會自動，基本上就會唔會得到通過。咁如果個 956F 一直都冇被批准，尤其是通過保檢啦，就時間上拖長咗啦，咁嘅情況下 526E 嘅審批亦都會拖長，因為先將呢個 956F 批准咗之後，下邊嘅 526E 先至會被審批嘅。咁喺呢個時間點上邊咧 ，956F 咧就非常之重要。咁我哋 ALC 咧到目前為止咧，我哋已經有31個項目已經通過 956F 已經批准咗，亦都係達到100%，即係話我哋遞交31個項目，31個全部都係審批到，亦都係通過。咁呢31個項目裏邊包括23個呢個鄉村項目啦，有5個係城市失業區嘅項目，有3個就係基建項目。咁我哋嘅平均嗰個批准嘅時間咧就係2至4個月，而我哋最快嗰一個項目咧就喺45日，所以移民局就已經審批落嚟。咁相對嚟講，由於呢一個審批嘅時間 956F 相對比較快嘅情況下，我哋連帶我哋 526E 嘅申請嘅投資人咧，平均審批嘅數字、批准嘅數字咧，時間上亦都係非常之快嘅。嗱，咁喺呢個項目裏邊，我亦都會講一講我哋 ALC 有30幾個項目，咁你有多項目去批准啫，唔係代表你啲項目係有人參與啦。但係呢個咧就正就係我哋公司一個到目前為止喺個市場上邊一個最大嘅優勢，就係我哋呢個所有項目裏邊31個項目裏邊，我哋已經完成晒招募嘅百分比咧，已經去到95%噶啦，即係話剩翻好少量嘅名額喺呢一啲項目裏邊。當然我哋公司亦都會陸陸續續會有其他嘅項目推出嚟。咁到目前為止，因為呢一個956F 審批同埋我哋嘅項目推出嚟，相對嚟講比其他區域中心係多嘅。第2、第3名嘅區域中心咧，只係得17同14個嘅啫。咁我哋係遙遙領先。咁喺呢個情況下，我哋 526E 嘅人數大約有幾多咧？已經遞交咗咧，已經係超過510幾個㗎啦。咁510幾個申請裏邊咧，有幾多個已經批准咧？就係有大約170幾個526E 到目前為止已經批准咗。咁喺呢個批准嘅情況下，有幾多個投資人攞到綠卡咧？已經有70幾個家庭係攞到綠卡。咁而比較 interesting 嘅一點咧，就係呢70幾個家庭攞到綠卡咧，都係全部通過雙遞交450去攞到呢個綠卡嘅。咁呢個數字咧就好明顯咧，就係亦都係同市場上面都好一致嘅，就係通過450嘅申請咧，係會快過呢個走領事館嘅程序。主要嘅原因就係領事館嘅程序，領事館裏邊唔係淨係處理 EB5 嘅申請，同埋 EB5 嘅申請裏邊亦都有一啲舊嘅法案嘅投資人喺裏邊。咁所以對領事館嚟講咧，就會有一個比較積壓嘅一個情況。咁相對嚟講咧，平均嘅時間450比走 MVC 我哋叫做領事館嘅程序咧係快咧，平均係6至8個月嘅。咁喺呢個956F 嘅重要性裏邊咧，我想再強調一點嘅就係，你要選擇一個好嘅區域中心咧，你除咗一定要了解呢個區域中心過往嘅歷史啦，同埋呢個區域中心嘅項目本身嗰個資金嘅結構啦，夠唔夠完善啦？我通常都會同投資人講3樣嘢。你選擇區域中心，第一定要係嗰個項目會唔會差不多係可以保證到你所有嘅投資人可以創造到足夠嘅就業，因為呢個係
EB5 投資裏邊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剛性嘅要求，你創造唔到足夠嘅就業，你最終829永久綠卡嘅申請咧就會冇啦。第二就係你嘅資金嘅結構，你嘅資金放喺成個 EB5 整個項目裏邊嘅位置喺邊度啊？咁再重複講翻一次就係、EB5 嘅錢放入去，通常會係有高級貸款啦，有優先股啦，亦都係有夾層貸款嘅。咁喺呢三類裏邊咧，高級貸款係最重要，係最安全嚇。而高級貸款係咩為之高級貸款咧？係有真正嘅高級貸款。嗱，市場上邊有好多人就標榜自己係高級貸款，但係並唔係一個真正嘅高級貸款。真正嘅高級貸款咧，係必須要有足夠嘅資產，而呢啲資產係現有嘅資產，隨時可以變現嘅資產嚟做一個抵押俾 EB5 嘅投資人，並唔係一啲將來嘅收入、將來嘅資產去做一個抵押俾呢個 EB5 嘅投資人，甚至乎用一啲開發商自己本身嘅股份去做一個抵押，因為股份可以係唔值錢嘅嚇，即係等於好簡單，我去銀行去借款，我有一間屋俾銀行做抵押，銀行就會揸住呢間屋就足夠去借呢一筆錢俾我哋，因為佢已經知道佢有一啲實實在在嘅資產揸住喺手。同樣一個真正嘅高級貸款咧，你必須要有現有實實在在嘅資產，同埋可以隨時變賣嘅資產去做呢個抵押，先至係算做真正嘅高級貸款。咁喺呢個情況下，同埋我哋需要考慮就係一個區域中心你嗰個 exit plan 啦，就係你將來喺咩情況下會退出。咁呢三個因素咧，之前我亦都喺我哋嘅頻道裏邊嘅影片咧，同大家講解過。你可以翻查翻我哋關於選擇區域中心重要嘅因素嗰一個片段咧，你就可以睇翻我哋同大家分析呢三個最重要嘅因素。咁講翻956F 嘅重要性係點樣咧？咁可以同大家分析一下最近我哋公司有一啲案例啦，就係有一啲投資人咧係由其他嘅區域中心走過嚟嘅。原因係乜嘢咧？就係佢哋已經投資咗，已經係遞交咗526E，但係最終956F 係被拒絕咗。咁喺呢個情況下，佢哋就需要同本身嘅區域中心可能要商討我點樣退錢，但係你要退錢，可能係一段好長嘅時間。咁呢啲投資人咧就需要可能要盡快去轉到另外一個新嘅項目。咁喺呢個情況下咧，就會好影響佢原來嗰個申請嗰個時間同埋安排同埋程序。最重要嘅一點咧就係我哋有一小部分嘅投資人，佢已經遞交咗一個400。咁喺呢個情況下咧，佢哋嘅喺美國境內嘅身份咧，就會出現咗好嚴重嘅問題。咁呢個問題咧係需要一啲好專業嘅有經驗嘅律師去幫佢哋去點樣去由一個新嘅舊嘅項目轉到新嘅項目嘅情況下，亦唔會影響佢本身喺美國嘅身份。咁我哋ALC 亦都處理過好幾個呢一類型嘅客戶。咁所以956F 嗰個重要性係非常之緊要嘅。如果956F 最終係被拒絕，你嘅526E 就唔會被批准。所以你哋喺選擇項目嘅時候，一定要睇清楚呢一個項目裏邊最終會唔會956F 會被批准。咁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就係呢間區域中心過往956F 批准嘅比率同埋數字有幾多。越高比率越多嘅，當然係越值得信賴，因為越有經驗。佢哋對呢個956F 嘅申請係已經好有豐富經驗，知道遞交咩文件，知道移民局需要睇到啲乜嘢。咁我哋 ALC 到目前係100% 956F 係被批准，同時我哋嘅956F 嘅批准嘅數字亦都係遙遙領先其他嘅區域中心，係有31個。咁所以大家如果對呢個投資移民係有興趣嘅話，歡迎你嚟到我哋ALC 香港辦事處揾我哋嘅專業嘅顧問去了解一下。咁我哋 ALC 係目前嚟講係唯一一間區域中心喺香港有自己辦事處嘅。如果大家有任何嘅問題，歡迎聯絡我哋咁我哋會俾你一啲好專業嘅意見。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今日嘅頻道，同埋我哋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片段。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希望你 like 同埋去share 我哋個頻道。最重要就係訂閱我哋，咁可以第一時間可以收到我哋最新嘅消息。今日到呢度為止，多謝大家。